仁哥，你來啲啊？誒，阿妹，自己上班咩？係開堂妹呢？開堂妹啊，佢下班咯喎。下班係嘛？係，我去坐一坐嘛。可以啊，出邊坐。哎呀，仁哥，今日你咁得閒啊？你過來買衣服係做乜嘢咧？冇啊，我開車經過嗰度，我順便過嚟睇睇你。哦，唉，阿妹啊，我都來咁多次咧，都冇加到微信，加你微信咩？仁哥啊，冇好啊，我日日上班，想見我日日都可以見㗎。阿妹啊，你年紀仲細啫，你啱啱出社會，欠少人生經歷，你又知道你仁哥係做包工頭喎嚇，我見識嘢比你仲要識講。好厲害啊！你講冇定，你加到我微信，你以後需要其他幫忙，需要我幫你個，我都可以幫你。你又知道阿哥係想保護細妹個，係嘛？我覺得都係冇好。你係咪覺得你仁哥生得老啊？冇啊，好年輕啊，又好靚仔啊。咪就係咯，你都覺得我生得靚仔係嘛？而且我年齡係40歲出頭啲，我實質睇到就好似大你幾歲啫啦，係嘛？係。哎呦我的媽！你點鐘下班啊？哦，今晚黑係嘛？今晚黑10點。我冇咁咯，陣間你下班之前，我開車過嚟接你下班咯。哦，仁哥冇意思哦，我今日自己開電動車過來上班嘅。你別笑。得咯，等下次你想過嚟上班係點勢啊？你需要加你微信，你 call 我接你上班，接你下班咯。哦，仁哥，我電話響嘅，我去聽個電話啦。冇咁樣子，你俾電話號碼俾我，有咩事我聯繫你好嘛？啊得，你先忙你嘅啦。等下次來，我都最我仲會過嚟睇你先。啊，好，啊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